今日係1年1度嘅香港超級模特選舉，我哋喺眾多嘅參賽者之中挑選咗3位模特進入今日最後嘅決賽。睇完咁精彩嘅泳衣環節後，係咪睇到大家熱血沸騰呢？我哋唔好俾佢停啦，立即進入第3個環節，就係非常刺激嘅辯論環節。首先有請3位候選模特出場，有請1號糖糖、2號梁振冰、3號可可。3位模特會就今晚嘅主題變性人可否參與模特選舉發表意見，大家無需輪流發言，要把握機會喺1分半鐘內講出自己嘅意見，同埋可以互相反駁對方。辯論環節馬上開始。我覺得咧，變性人咧絕對有資格咧參加模特選舉嘅，因為咧佢哋都係愛靚嘅完美主義者嚟噶嘛。而咧模特選舉嘅核心價值咧就係將人嘅美態 show 出嚟啊嘛，所以咧佢哋冇錯㗎。我覺得我哋唔應該標籤佢哋咯，佢哋咧絕對係有資格啦、有權利同埋有自由咧去參選模特嘅。變性人雖然冇錯啫，但係點都違反咗自然定律啊！大眾未必一定接受到嘅喎。依家有好多模特都整過容㗎啦，變性人都係整容嘅一種，我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喎。梁振冰，你唔好喺評判面前喺度扮崇尚自然美啦。我記得同你出席過一啲活動嘅時候，你同啲 model 講話，依家新一批啲 model 啲質素好差，寧願變性人參賽都過佢哋㗎，你自己講嘅。我諗你記錯咗咯喎，我都冇咁樣講過，我不嬲都好崇尚自然㗎。我諗你真係記錯咗咯喎，你講大話。哦，原來咧人哋話你哋不和係真㗎，仲喺個辯論環節咧都鬧成咁樣咧，喂，咁應該係其實都幾好睇喎。我哋純粹都係辯論下啫，其實我哋都唔知幾好感情啊！我哋成日一齊上網買嘢㗎。時間夠啦，相信大家對佢哋3位嘅唇槍舌劍大表滿意。而家我哋就等各位模特休息一下先，順便可以等評判有時間俾下分。經過一番激烈嘅比賽之後，我哋就將今日嘅重任交喺各位嘅評審手中。相信評審們一定十分傷腦筋，希望佢哋都可以揀到自己心水嘅候選模特，唔會有白票嘅出現。我覺得今日嘅模特啲質素好好，好難分高下。大家知我份人好好客㗎啦，有機會真係想選舉之後請晒佢哋3個食飯。我就比較中意1號，講嘢有見地，出得下大場面啊嘛。不過結果係點都要等埋評分先知喎。我覺得做香港超級模特一定要夠醒、夠出位，唔怕俾人指指點點。結果係點？遲啲你咪知咯。最後，我哋再一次請各位候選模特出場。首先有1號糖糖、2號梁振冰、3號可可。哇，好緊張啊！終於嚟到呢一刻啦。不過首先有請我哋嘅上屆得主煲呔妹為大家講下佢喺任期之內做過嘅事先啦。參與模特係我呢一生最光榮嘅事，讓我平凡嘅人生中展現咗光彩。喺過去1年，我肩負咗超級模特嘅使命，為模特同埋時裝界貢獻良多。除咗為各大品牌行 show 之外，更加經常親自落區表演，希望將 high fashion 可以普及化。我希望新一屆嘅冠軍會係個敢言敢做嘅超級模特，發揚香港模特嘅精神。唔該晒煲呔妹。好啦，終於到咗我宣佈結果嘅時刻啦！萬眾期待，我哋2012年香港超級模特選舉嘅最後得主係2號梁振冰。有請煲呔妹為我哋今屆嘅得主梁振冰戴上口冠，同埋進行權杖交接。
吓，佢都有得贏？唔係啊嘛？佢都有得贏，係咪做馬㗎？梁振兵贏咗，唉，香港模特界玩乜完啊？